观众朋友，今日个项目欢迎收看《福起来》，阿明哥刘浩明。我哋常常會喺嗰度地方看到體驗藝術，體驗藝術一件事情，都把藝術創作嘅一來源結合到我哋當地嘅一啲文化，無論我哋當地嘅一啲風景，變成一個貼合嘅一啲藝術嘅表現嘅方式。我哋今日有想到來賓係來自我哋美濃嘅盧彥鳳，而喺2014年嘅時間，都邀請參加我哋嘅加拿大嘅算是台灣嘅文化節，可用一啲藝術家身份去參加。喺2015年嘅時間，都變成我哋美濃客家文物館嘅一啲主管嘅藝術家。佢哋經驗我哋第二屆嘅浪漫台三線嘅藝術結果地步，以用一啲青山長牆、水藝分行，也為一啲主題參加嘅經驗嘅藝術季。我哋今日也想到以來到我哋現場，攞請伊哋分享，伊一站嘅以來，伊也即個為伊啲藝術創作同伊嘅藝術嘅理念。我哋馬上歡迎我哋來賓，我哋彥鳳嚟到現場。彥鳳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係彥鳳，即係開始嘅時間都提講係我哋美濃菜天嘅嘛，嗬。可是我係想問一下講，從一般我哋一人推人強人的話，我哋都真係是睇農村讀書去啲都市鎮咧做事，嗬。咁幾時先能夠有想到講要歸到我哋美濃？應該係高雄上班啦，應該係講本身係喺台人工廠上班，要轉過來高雄上班。上班嗰時，人家講想係即係嗰條路沒辦法，係啊，然後講就啲頭家又冇錢，係啊，所以我就想係講家嚟規劃啊，叫賣火茶，就想係賣木瓜，係啊，結果係把過程嘅，所以我就變咗講就。歸鋼鐵嘅，鋼鐵唔係講嘅，鋼鐵也就接下來睇片嘅木瓜人，接下來之後咧，雖然講你哋韓國人唔去查，一開始啦，係啊，中度係唔去查，所以講兩岸睇，你都冇辦法買喺啲時間，就會出嚟買啊，出嚟嗰種事情買啊，我你哋就按你講咩，問題講讀到安尼白紅仔啊。對到八百紅仔對我嚟講，係一個禮物啦。做八百紅仔時節，就等於講木瓜冇種嘅啊，就我哋就去兩年去調查去環島，環島過程中就看花蓮東部片應該都有機也講自然農法，也講一種社區自治型嘅農業，來做嚟啲嘅農業嘅部分。但過來時間就不用係。完全不用係講用化學嘅用皮料和養農藥嚟耕作嘅方式，就是轉型之後，比方講，我多做段時間，開始接觸沙棘，就如何美濃可以上跟奇美沙太田嘅沙棘班呢？啲嘢呢到嚟技術班，大家開始對我嚟講影響大問題啦，我就開始去做生態調查，也講去做。客家歷史那種文化嘅，那種學識，那種知識嘅學識，所以慢慢開始啊，你要從第三期啊，你做佢啊，你成立個九中里養嘅工作隊，就開始做三期嘅營造嚟到，所以你慢慢嚟對我嚟講係呢種第三期蹲點樣嘅啦。嗰日你做三期一段時間以後，我哋發現講係數年後。根本冇辦法支持下伊，就變咗講係就過來就一家創立一家嘅果蘭紅，係啊，果蘭紅嚟嘅品牌係咧係賣木瓜時節一家案嘅啦，一家創這啲品牌就是木瓜地蘇丹講一家飼養網名，係就按嚟嘅方式就按那個果蘭紅就拿過來用，變咗講按一家創立嘅工作室之後咧就開始來接嘅是帶團，就集團來美濃料呀，嚟啲客就比如講中理河，紀南館也講木樹林嚟到生態部分，也會帶溯溪，就也會做呢石龍教育嚟到，你就唔會綁路牌的呀，也食物嘅嚟到，嚟到啊，儂做過，所以就到一年，2015年嘅時間，就開始
来做安尼纪念馆一个体检的，一个立小房子的时间，拄到钟桥老师，钟桥老师有问来讲，敢唔来个东西，用无跟总理会的文字该空气咯，既然去做那个体检，还能跟总理会有关，有无？你伊也是讲无了解你讲嘛个人，所以伊就拄好以下有跟林顺龙老师一提，日本的夜后只有做一个舞台演出，也请素人演员，问下有意思冇？伊下就来家就。两公婆就去加入那个什么舞台这样的，然后去团日本，还是去日本也有大地书记来做演出啦，做安尼表演。有看到讲原来一个那种地景艺术，伊做的，我做的安详年，我从香港啊，对其他的像安尼对台湾，那个地方，许多个，我按照那个牛许多日本坐高铁，又在专查，安尼在许多安边那个地方，安尼，过每个点拢视察，唔像一家视察嘛，是点工人种、颁奖人种，安尼去看体检，有看到那个东西。那种做法应该拿过来面容试看啦，所以以下就试讲，提过来时间，提加鼓用叫来做那件事情，这种冇办法去做那种太翻译的那种太显的地景嘛，像讲平常做沙期时间可是有去做一些创作，做起沙期人做时做创作，像跟那条东西拢搬出来回来，搬出来就开始做体改小地艺术日，做那个小地艺术日之前有先做一个小孩7世纪，等于讲用那种方式跟那个上个提米龙做那件事情，先从第学校地方去发生，嘛。用那个方式去串联，用那个方式串联，小孩7世纪很成功，体改的时间，因为他们相当有讲到话，是有对于对于生态嘛，对于那条文化，真讲一家，比如讲一个导演解说形式，安尼许多学校地位，所以讲就那个小孩7世纪就哪有办法讲。就安尼去成功啦，那有办法去同學校安尼交流之後按照學校當對學校的聲音，學校時機啦，嗰種像我哋頭多人講係以後因為頭一開始有講到講，我哋講爸風仔嗰件事情對人嚟講係一個禮物，頭多一次嚟想講，做乜嘅講爸風仔係對人一個係個禮物。還有人把算是把一段時間，把人家經驗的事情全部講下以後，我那發現到講真的是，睇爸爸風仔以前同爸爸風仔以後，人嘅想法真是完全冇共用嘅。以前的時間可能因為我哋咧木瓜樣嘛過大，同時我哋講產出嘛過多，可是真是為到愛種木瓜、買木瓜可能都爭很過多嘅什麼樣嘅時間。但是因為爸爸風仔以後，其實冇按多地方可以種嘅。但是變成時間過多以後，我就開始參加但係沙期，同時以反導嘛創立的我哋講果然紅果然紅也係一個品牌，同時嘛做過多，甚至佢變成一啲用意識家嘅身份去參加我哋沙期嘅事情。總統都有講到講果然紅也係一個品牌當初唔到講你像我哋木瓜用嘅，我哋應該好多話講在地硬啦，我哋講蘇杭嘅紅嘅，你講果然紅。當初成立也係同人反倒古來睇看到我哋咧發動體機有幾多用有機嘅方法嚟種有關係冇？佢個自然而然就按呢嚟嘅名嘅啦。按人做那個時間基本養唔掂，講都係紅松起來嘅。按個底下講最基本嘅可以對土地應該友善，對比如講，比如我從嚟做生態的調查的時間，之前看到沙果會打沙果，看到那條河位，按大麥米，以為嚟種嗰啲東西，山豬嗰條會種喺田，從近東係會種喺田。
我安尼做果然红的时间，开始转变啦，你看用某种的方式去看。可是也要转变太难了，因为做嚟讲，你以前吼，全是属于国台面积迄种木瓜时间，你其实係用惯性农法。係啊，係好，因為你這個冇辦法，在安太片嘅時候用有機啦，無論用嗰種友善農法，咁用嘅時候可用於開始有安尼轉變。你安尼學習啦，所以有講到係去，正講有參加咧，佢愛上緊佢哋參加拍咧那種導演解說，因為以前來嗰度學嘅欣賞類，專業嘅欣賞類，呀，生態調查文化嚟度，然後因喺學習嘅過程當中接觸到時，就第一講。我用嘅間嚟到本身係問題嘅那種，看到那種後嘅也講產出嚟就來做田嘅，我用嘅轉換講，而做啲本來另外一種方式，本來帶來樹葉，係啊，對我嚟講，安尼嚟講，係就設計講而安尼行程地杯一種生態觀察啦，安尼慢慢嘅這些轉變嘅時間，你就發現講，安尼行係同嘅呀，唔包括講將安尼。你大概課程地杯要教安尼稻杆編織類嘅東西，咁係講家禾棍很好用，係開始就針對大概禾棍，係就去做編織，編織將係就是有發展安尼做概念嘅，從係啲民農係做概念嘅嘛，做嘅幾廿年，你咧嗰陣時間就你做安尼概念時，因為相當難，所以係嘛可以嘛，就2到年終獎金嘛，2個幾廿年，嘛咧，所以佢。比如講，我講就也唔係講對譬如講而家咧，嗰種唔好東西啊，有邊貨比計小車嘅，對我嚟講，都先見用嘅啦。嗰時可能講天生地杯產出嘅東西，其實對於我哋嘅體體嚟講，其實係對我哋嘅身體嚟講，其實嗰種嘛係佢有幫助嘅。嗰時唔單止你八八風災可以改變嘅眼風，其實眼風睇下擺天意嘅動漫台三線嘅藝術櫃裏邊嘛展出嘅作品，喺個節目亦都同人說明下作品嘅創作嘅理念。休息下我哋馬上過來。翻過來，復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哋來自美濃嘅藝術家龍彥峰來到嚟現場，同我分享伊當初歸到美濃嘅一啲過程。我想請問一下彥峰，因為入邊睇天意嘅浪漫台三線嘅藝術櫃裏邊推出嘅一啲青山從長水嘅翻行嘅部分嘅一啲作品，你咪同我哋觀眾朋友說明一下，講當初你用入嘅主題，變成入嘅一啲作品嘅主題。因為安尼。策展以前嘅時間去講，其中有條線，而且個方向有條線係對生態行，生態應該變成有去做生態觀察，所以應該要也是去做場刊啦，去做場刊的台山線，因為台山線你嘅藝術機主要係嚟睇北埔，所以我要自己看，應該去看嘅時間係發現講，北埔嚟講，因台山線就山路樣嘅嘛，石路就一定幾多石路嘅地方啊，所以我就想學家咧，我要用那個石路嘅青山瓜鳥，來做那個一個主題，那個亞前題來做。咁我就想加那個石路嘅容易呈現，因為看到從北埔馬上同幾多河航。看到人咧好嘛，嗰度用鴉片嘅啦，鴉片佢長腳嘛，常常用個石頭貼起來嘅。和平嘛，常常用石頭，你哋用石頭嚟擺起來啦。你睇嗰啲方式，呢啲真明啊！明啦講，家嚟嘅話，係呈現佢係創作地位，主要嗰係要多咗總鋪嘅時間，多時間嘅地方。你時間有朋友啲嘅，就時間媽媽集團要單係一行嘅時間，如果講到做嗰啲時間啦，人哋好行做什麼鵝腸嘅，鵝腸嘅時間，等於講鴉片呢條龍變碎瓦，梗係嗰種加鵝家嚟，有意思，嗰係施工體一定嗰座山頭嘛，因為係喺你前期嘅過程當中啊，嗰嘢我一定會就地取材嘛。
唔可以講喺特別唔帶兩下就建築嘅材料安尼睇兩下。我哋所以我要講剛剛你嘅作品係點去照理器材，用瓦片，用那種客家那種建築嘅傳統嘅元素來做那件事情，所以我就設計嘅那種方式一個轉換用嘅瓦片雖然講花嚟，就等於講變成碎片，透過那種傳統嘅種隔態路嘅方式，嘅夾上去，就變成講就介嘅作品嘅結合起來，就變成一個堅固嘅一個建築體。細路嘅移動就你可以講就帶那種nhà屋嘅去爬嘛，去行嘛，係啊。所以講就像你啲客家人啲遷徙過程當中啊，多嚟人等於講唔會定下來時節啦，唔定會可能嚟講有乜嘅材料做嚟搖嘅嘛，咁樣喺田橋紅石頭會拿來夾石坑，作品，做田橋將我話做水田啊樣嘅，我種作嘛夾佢好，起鑊嘛夾佢穩固，我變嚟就，就唔是用按到安尼要花錢買嘅材料，所以我個作品主要傳達嘅理念就講，幾多一種係客家人嘅生存嘅那種方式，用嘅跟那種睇自然嘅東西，本身去跳嘅也好，係跟人過來做嚟嘅創作，所以呢個作品，就係講較為麻煩嘅地方，就主要講係用一種傳統嘅一種方式去做嘅事，比如說炒紅嘅奶炒晒，我種嘅種去做嘅，唔係講嘅種係平係做形，係有人情啊，人做咗你去看即係名嘅事情，我種係去一樣係兼顧嗰種安全性，你外觀看起來，有一種藝術化，一種美觀，所以就設計用細路嗰種造型，用冇按具體，就按具象嘅方式，來呈現嘅事情。比如講，就你就酷啊，嚟講在地新嘅一種，因為呢隻作品伊講嘅地方係苗栗嘅竹蘭，竹蘭嘅大部分嘅廢棄小街地塊，伊身邊就有古道，係啊，就嚟講阿爺嘛種幾多龍鬚菜。所以喺外面有個可能性就講，當地居民有，你講而跟龍鬚菜當地以生產的龍鬚菜，而且直接種喺地係細路嘅地是主意，本來龍鬚在盤松嘅時節，所以講，而且講做一種自然結合，因為我大家作品而係有夾石坑嘅方式去做嘛，做啲變呢講變怪嘅變細路，睇自然我當一個主題用紅奶用沙，用瓦片一樣。假如嚟個大廈嘅時候，冇用完全冇用紅奶嘅就，等於講用一般嚟講去打鐵餅嘅時節，用石頭去打鐵餅嘅時節嘅方式，冇用紅奶。但係如果其實有個作品裏邊簡單嚟介紹一下，我都發現到講伊唔單止係一個單純嘅一個我哋講石頭夾嘅一個細路，其實伊推背其實我哋客家民俗嘅個前世過程裏邊，其實一來我哋慢慢嚟行，翻嚟行，水日嘛係嚟翻嚟行。第二來就講，其實我哋行到那邊，我哋真係唔可能去到咩地方，咪得落去歸肥沃的土壤，因為上面一定嗰度石頭，嗰度石頭岩風落以後都可以，就從頭講嘅樣，我哋咧填隔壁，我哋可以用貼石嘅方法去輔助我哋咧填身，表現唔會灑嘅，唔會流下來，唔會下下來，至少我哋貼風以後，咪可以做我哋咧嗰度嘅我哋咧講平嘅啦，冇得嗰種地方。咁當初唔知個主要嘅東西係什麼？有相當講，其實隔壁嘅嗰種我哋把個龍鬚菜種喺附近嘅話。伊都變成當初伊個體驗的一部分咧，也都唔係伊個單獨嘅，伊個講唔可以去統一嘅伊個藝術品，嘛可以結合到我哋平常喺甲表演嘅伊個生活地方，變成一部分自然嘅一部分一樣事情。
咁你即個本身都認為講，因為好多人有講到我哋嘅觀念嘛，嚇，有講到話用貼實嘅方法，你係咪可以長期利用講我哋嘅日常生活獨到嘅素材啦，或者講獨到嘅一啲方式，去建成即個嘅一啲藝術嘅作品？其實我嘅作品，我攏用藝術嘅東西去做較多啦，也講用網絡上嘅募集，你係你現在生產出來嘅東西吼，嗰度。他家用係要跳，係啊，也講木架嘅時要跳，也講冇辦法用嘅時要跳，總之跳係差唔多東西。所以像藝會去，即係講像藝有藝家呢有嘅作品，嚇都講飯團會啦。你藝常看嘅時候，因為家呢嘛有一個糧食嘅一個大廠啦，嚇，所以演出啊，中嗰度國，嚇中嗰度個位嚇。係古廠用嘅，我就上嚟講，我用飯團嚟做，時間我就用路向出嚟募集，安尼溫泉膜，係啊，溫泉膜你可以跳下啲溫泉膜咧，因為底下面到嘅溫泉膜其實係滾奶啊，係啊，唔可以壞啊，係啊，我做也可以滾奶嘅話，我做嘅師傅嘅，我做飯團嘅時候，我哋嘅溫泉膜要嚟做，安尼也造成嘅部分，當然係經過處理啦。係啊，冇嚟嘅完全冇嘅時節啦，有一個故事啦吼，因為讀一下讀到安尼上港安尼反送中嘅嘛嘅一種一個運動啦，係啊，台灣送完全冇過去，結果被擋下來，結果有過過完全冇，係啊，送年嘅時節都好，因為來到捱嚟騙啦，係啊，有間嚟騙完全冇睇到800人當吧。係處理後就撞喺那個飯團嗰地方。變咗講你講明白創作嘅時間，有那種東西做得即係講間起下嚟，係啊。你等於講有啲作品唔單止講喺我哋算是一個廢棄物的利用，同時嘛都可以因為幾時就發生一個歷史嘅事件，嚇，把日本頭愛送去香港嘅完全冇留下來嘅，變成一個體驗藝術的一部分。同時嘛，喺經驗到幾時頭嘅一件事情，嚇，可是變成看到有飯團冇個世界，看到有個完全冇世界，唔單止係想到個嘢係一定他個人唔係廢棄物，嘛喺從前講有按到當嘅完全冇當初應該愛送去香港嘅，去參加一啲按重泰嘅歷史嘅運動，但是更加留喺台灣，嚇，留喺台灣變成一啲藝術嘅一部分。係啊，所以將大家用藝術嘅東西嚟做係天一間係桃園嘅地景藝術節時節，係做一個係暗光鳥，暗光調，暗光調，係啊。所以我做那個時間，我就用你嚟做家具嘅，嗬，你就將佢裁下來嘅，嗬，為料，嗬，嚟做啦，做木片，就都好，原本係兩胎啦，兩胎一種太空包嘅啦，係就係用鐵嚟做骨架嚟，做近嚟嘅線嚟做起來，係要相同。是因為天一擺，桃園藝術節嘅時間，要做嘅粉紅泡泡，粉紅泡泡嚟買嗰次啦。因為所以講飯團嗰時間，要用安全膜，安全膜薄係用喺你腦背一層，大概硬一層。係做安尼粉紅泡泡嘅時間啦，你其實係做安尼胡鬚羅，胡鬚羅養卵，係啊，因為做藝想因為常看嘅時間，葉美濕地，主要回應講入侵種嘛，入侵種啲藝見講玩到。胡鬚羅安尼人菠蘿安尼卵，嚇，咁安尼藝做嚟做卵嗰個啊，所以藝做用安全膜卵藝做地波安尼內層嘅保麗龍嘅部分藝做拿再處理過包成布，嚇，設計設上去，嚇，做安尼做一個相當人做得你起嘅一種體驗，結果嚟件作品做出來時間，得到他們睇你的回應，係，他講大家藝術家面貌嘅東西啊，你看到那種安尼胡鬚羅那種像一個電視一個類似嘅東西，做安尼也講藝術品啊，係啊，咁我所以你家做好搞啲喎，因為你地景藝術唔係講嘅創作好看啊，人主要個唔係做得有辦法嘅講緊議題，但係本身已經真實嘅個問題。冇錯，佢反映伊哋更加存在嘅問題啊。所以嘛，做你了解講吼，因為係能受到嘅教育講吼，
那个写落那种辅助落去，安尼摆东西，看到用个重视，用个挑视。问题讲，从安尼做自然法来讲，看到来辅助落来讲，伊个好东西啊，哎呀，以为安尼天出色错啊，伊安尼种植的方式无相同嘛，变讲唔是用按多。就是用化学农药来改移植啊，所以来讲应该讲，因为看到那件事情。或是用伊的艺术的表现的方式去探讨，其实我哋而家现存几多问题。可是伊哋看好了嗰种规章嘅体験藝術，其實也後背會包含了幾多無窮嘅意思。休息下喎，等下我哋話幾多個精彩故事。翻過來，復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就來自美濃嘅老人訪談嘅上面，以及嘅體驗藝術嘅一個作品，還有創作嘅一個想法。我想請問一下，因為像你這個已經用很多嘅我哋講藝術嘅材料啦，嚇，以作為一個體驗嘅藝術，從一部分嘅想法同嗰種做法，有一同我哋咧校園做合作。因為其實講我哋咧相信我哋咧幾多嘅生意嘅啦，學者來講嘅話，嘛幾想為提供，我哋可以運用。日常可以看到嘅一種非虛無啦，無論講同我哋一啲生活嘅一啲理念變成嘅藝術品。其實 IT 美容喺嚟到小學嗬，有將 IT 即係講有用夜市角色去啦，就講但係好似做種模具嚟做編織呀，做工藝嘅，其實嚟做帶夾邊，等於講。那個紅色就是我去做完那小第一數的時間，就像我剛才用一種紅色哈，一般來講，可能談到講4級，我講你就攀4級啊，有乜個了不起咯？係啊，那對我來講啊，你小一去4級，像一個紅色啦，可能要上年來，好來倡議一種紅色。我講可能那個除了講我要。你去學校地方吼，嚟做一個創作，吼，一個校園的美化，吼，比如講我哋農業結構啲做嘅時間，我用安尼中國市場最中國啲菜嘅安尼，以安尼主編嘅一個農嘅吼嚟做個景，吼，嗰樣係有係用當地嘅龍龜，吼龍龜安尼傳奇嘅一種故事，吼，龍龜對話嚟個故事嚟做個作品帶學校地方去。一本喺度小朋友去看到講，原來地景藝術嘛，係你那種方式去呈現啦，係啊，也透過主要講小孩去4級，你唔係講參加去學校地方嘅，嘛其實佢哋幾多貴上喺度好上嘅，所以係做如果要做麵包呀，要做茶嘅，也講做佢店喺度，你就安尼好上嘅，就大概就從搞生意嘅，用嚟做麵包，也用嚟做茶，也用嚟煮咖啡，開店，然後開店嘅從無菜單料理，也就自己啊，你用一個學期嘅時間，嚟擔任生意嚟，嚟學存成本材料，用嚟裝，都提早了4世紀嘅時間。自己做嘅種傳統用嘅，萬負責數錢，萬年負責去做嚟開年，萬年負責嗰種嘅介紹嚟嘅菜單，唔係個菜單，萬料理萬去做，然後做分工。所以過年禮拜嚟個小孩去4級，等於講係用一種老種嘅方式啦，一年上一間學校，去做嘅團去講，從做到安尼。工程結構嘅時間，你用懶當天，就以學校嘅發展嚟懶嘛。嗰個一下你實際講本，一般嚟講，你懶唔可能學嘅2年，按過伊從來冇教過你，所以我超70幾裏邊我就變，伊就變個主角，伊就會以，就以係你一個欣賞用嘅，你派一個工作坊，也離4級嘅時間之前，你就辦工作坊，1年來搞太年咧。係啊，你等於講伊咧6年學習下來嘅東西，就透過來給小孩子自己嘅，會變得以後嘅主角嘅，唔係講他人來搞，
呀，咱有市啊，呀，佢哋用嚟也學校地位原本上就做出來嘅那種嘅懶人嘅作品嚟，又再繼續用嘅地景嘅方式來呈現。慢慢本身也看到咗歐陽嘅漢族都用那種方式去做啊。其實你這個嗰種做法地方譬如講頭一開始講，其實像數字化有問題，唔係講話鼓勵他人多講，係講其實你係啲方法冇唔錯，但是也係啲緩不濟急的做法。因為你講你馬什麼樣的，然後變成生意咧，可是問題係可能嘅時間係啲社會都已經嘅變效冇得飛高嘅，但是更加鄉村學校地方我哋按樣去把也會學校嘅價值變得個大，甚至講。會有人到，譬如講啊，因為的也會學校要推出安尼課程，我願意對其實，無論其他地方，個都市真係我願意攰到來到面農也學校去讀，咁也會學校唔會因為冇學生嘅冇先生，嗰時會飛教，嗰時人都希望講可以推出無強嘅課程，無論無強嘅用體驗嘅發通。哎呀，發通地方喺集合到，我哋更加幾重看到嘅，譬如講教課，好明年都課少曬啦，一打開來我哋去買係話瓜子奶都有，好因為我哋幾重人都用電課去少插錯，但是更加按啲時間唔適合人用法嘅，可是問題係睇人要很生意嘅冇去教課。錯冇？但是現在睇你這個又從頭要課少曬，咁係咪啲矛盾嘅事情？還有個角度講，我哋乾脆用嘢做變成嘅主題，好。但是我就會想到講，像你這個嘛有講到過，其實2017年嘅去年咧，唔單止有小孩去世紀嘛，嘛有啲商業藝術節，嗰當初因為一啲發通想要傳達嘅東西嘛。係啲小地藝術日啦，大概最後傳達係講，應該講係想講。那種做地景藝術來嘅東西，替農村嚟做啲行嘅同學，嗰段如果講到我哋學睇日本嘅太極術，其實唔咩咧，因為我冇辦法學，因為也規模太大嘅。我係從個裝到學生，我用嚟幹小地藝術，我哋啲地景藝術，用嚟加上我原本我就擅長嘅農業嘅部分，自然農業嘅部分，生態觀察嘅部分。也講像我做設計營造時節，做嚟到一個創作嘅部分，所以我就跟嚟到計從下融合在從下，所以我小地藝術裏邊以每場講有地景藝術嘅，從我提你空年嘅時間，我就跟嚟到完全就做個極致啊，等於講第三屆時節，以係一個最極致嘅一個呈現，因為講係最極致嘅時間，所以我用藝術嗰種，就是講從家咧，農業會用到嘅那種植材，運用我嘅提安尼創作地位，也講安尼就我成就有嘅，做嘅到下保存作片，改編做編製方式，改做成地景，佢也講用安尼填橋，嚟代，計唔係講真係代一個太人嘅臉，面顯，有幾個創作者有一個想法，就話你就支持嚟跟人哋想法撞起來，撞起來嘅時候，我要安排一個屬於你有生態調查嘅專家去辦到面紅係，要安排一個整個花半年嘅時間去做生態嘅記錄，提藝術節嘅時間，要做一個生態導覽嘅部分，要再加上一個語文嘅部分，所以要。喺小地藝術裏邊有市集，有演出，有各式各樣嘅演出。剛剛還有個就係從辦小地藝術之內，就每年都會有，安尼客家表演。客家表演特別啲地方，每路邊嘅客家表演，安尼做條擺客家表演，係啊，就每年都會參加。因為講佢是就因為講每農一直以來攏本那種所謂反正的運動嘅那種議題去幫助人因為啦，然後對我嚟講，小地藝術裏用某一種另外一種方式，藝術嘅方式一種行動來講，就所謂講到嘅生活嘛，好受產嘅問題，咁嗰樣係叫人咧，其實係本身係做叫用農廢棄物，他講咱前條裡頭挑喺河壩方，也不變好少，那個問題。就等於講提一個經驗，呢人
2023年吼，就今年吼，俺用会去，就俺刚才就之前吼，就上坡安龙去，跟今年就会给全部呈现出来。咁今年初的时间，胡先生就社会爱都卡身边啦，哎呀，你上那边，哎呀，刚系拄好，将来嘅天气已经做好呀，啊，边系提。比如从苏州他们都就米龙盘的呢，这同埋这个时间，数过来红灯笼，已经就该做会，所以那个小弟就是今年会有某种统的方式去呈现，一种方式模式呈现啦哈。可是我刚才今日节目都发现到讲，其实艺术的呈现方式唔单止可以表现到艺术的本体，同时嘛可以反映到我哋社會問題，同時嘛可以關懷到我哋社會嘅方方面面。今日我感謝我哋楊峰老師現場嘅分享安道人嘅故事。好，感謝主持人，又感謝各位觀眾朋友。休息一下哦，都聽我哋線上來傾下運通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